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请咱三甲来吟圣诗434首，圣诗434首。主恩典大慈悲，带阮平安过一年。打阮感谢用诚心，求主上帝听阮吟，请起立吟全首。请用书读圣经个别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林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就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病，伊要对遐搁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高读启应文第40篇。伫诗篇的后壁面，伫1071页，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长袍垂落来，盖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因彼此呼应，这声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叮当，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别忘啦。因为我的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这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希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伊的手用
火旗对大顶热烈的炭，将炭捂我的喙唇讲，这个有捂着你的喙唇，你的罪过一定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怨气？这声，我我就就讲，讲，我我伫伫这，这，请找请找我我。。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我透早要来找求你，因为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了你，阮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有福分来到圣殿，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阮献上感谢。即个礼拜的看顾甲带领，伫生活中主甲阮同在，手使阮丰盛的恩典，阮嘛献上感谢。阮是软弱的人，有时无遵趁上帝的话，有时阮的喙齿会犯罪，做毋对的代志，无小心得罪上帝，得罪人。阮家己拢毋知影，求上帝赦免阮的罪，恳求上帝为阮创造清洁的心。换正直的灵，帮助阮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赦免阮一切的罪。只是为阮当时的兄弟姊妹甲阮的长辈有身体欠安的，袂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愿上帝你嘛听因的祈祷，求你的大能的圣手医治因，祝福因心灵健康。求你也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祝福牧师的讲道会当利益阮大家，提升阮的心灵的造就，互你的话语踮伫阮的心内，做阮生活中永远的帮衬。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事事如意，福杯满溢。今年总会主题：激励信仰生活，进入家园丰盛。本会目标：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愿阮都会当得到靠主得胜，为主得人。第二。本主日上午10点举行，单位首长就认识。教会献歌队队长徐素芬执事，上年献歌队队长柯玲美长老，妇女献歌队队长陈美仪执事，教会敬拜团团长陈美玲长老，年期对2024年到2025年止。第三，本主日本会逐场礼拜举行正月份庆生会，祝福寿星唐惠寿福杯满溢。本会送专人礼券祝福。第四，本主日中昼12点举行各单位首长会计甲出纳人员财务说明会，地点主堂。敬请有报名的同工准时参加。第五，本主日下午3点半召开正月份中职会，地点3楼会议室。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出席。第六，今年度已经开始定每日现金4字。费用400块，大字本是550块。请伫本主日前单配分件数来买甲缴费。第七，小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定伫正月14甲21号上午9点10分，甲中午11点20。伫教会办公室举行2023年度财务检查员
谢水仙姊妹林永仁兄弟，敬请各单位财务人员配合检查。第二小点，本会定于2月25日上午9点举行2024年定期好会，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报告爱伫正月28号前送到办公室，方便整理甲做好会手册。第八，本会2024年度逐项奉献地的姓名甲编号拢一定完成，敬请兄姐伫你的家遐来客。为着疼惜资源，请重复使用。第三，若是你的奉献无爱写名，请找单配分干事。第九，下主日是替教会主日，欢迎陈武正牧师带领敬拜团队同工前来讲道、敬拜甲募款，敬请兄姐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十，请骑机车到教会聚会，兄姐停车的时，请注意，毋好甲中堵开，因为安尼会伤到涂骹面。麻烦大家注意，麻烦大家迄个奥多麦的车头莫锁，安尼方便同工会当来超车位。第11，去年有报名读经运动的兄姐，请伫正月31号前，甲读经进度本交到办公室。具体消息：第一，合作社社员大会定伫正月28下午2点半，伫本会主堂召开，1点20分起赴堂报道，敬请社员踊跃出席。第二小点，社员大会结束了后，当日下午5点举办社员联谊餐会，报名费1人200块。报名会当到正月初10早止。第二，幼稚园广场请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来维护。也麻烦囡仔耍了的物件，请大家家己下转的原位，然后摆整齐。你若有粪扫落伫遐，爱捡清气。感谢大家的配合。告解消息，请陈牧师报告。咱高雄中华教育部办即个抄写圣经吼，有抽奖，感谢主咱教会吼，有5位吼，有抽到奖吼，奖拢袂歹吼。今日一早起若有来遮吼，咱就来颁互因吼。即个红米平板是买数分大同电锅黄斯贴，电动热水瓶林正金胡椒丽华，电烤盘郑美仪，电水壶比慈勉哈。咱若有伫现场的吼，请你来头前吼，来颁互你哈。哇，这红米平板哦，哇，这大奖，大奖。恭喜恭喜哦！咱就尽一个努力来。好，烤盘哦，桂林都爱当哦，烤肉了，恭喜来，来。这是电水壶啊，好，咱拍扑克，甲因恭喜哈。好，咱今日是正月的头一个主日哦，所以今日
正月份的寿星哦，请咱会当起立吼，咱要来甲你庆生吼。有人无？哦，有啦有啦，袂少啦。来，咱来吟迄个生日歌。快乐，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搁一遍台语的，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来为因祝福。最后所感谢你，为着阮正月会受生的兄弟，阮向你感谢。主啊，阮一生的年日，拢是你赏赐阮的。求你，互阮所有受生，会当谦卑敬畏耶和华上帝，特别得到你，互因的这个上帝的祝福，就是尊贵、活命甲好业。主感谢你，互因伫生日的时，因感谢，也会当伫主的面前搁一遍立志，欢喜要来听主、服侍主、跟地主。主啊，求你也感纳因心中向你的恳求，互因的祈祷到你的面前，毋但因家己得到福气，因的家庭、因的职场、因的出入、因的身躯，各方面拢得到耶和华祝福满满。愿感谢你，学到你，安尼奉主的名祈祷祝福，靠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加拉太书第3章第13节到14节。当有2节，请大家做伙来念，请。基督一定偿还咱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伊为着咱正做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然掉伫查里的受咒诅。要互阿伯拉罕的福气对基督耶稣宣告伫外邦，互咱对信得到所应允的圣神。阁有一位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3节，请做伙念，请。当初我因为福音来行，是互我通三甲有份伫福音。只是俄罗请俘虏献歌队。
只是讲到，请陈牧师靠主承担为主的人，靠主承担为主的人。这大家新年快乐！感谢主吼，咱已经进入2024年，那是上帝律法，这个犹太历是已经5784年吼，5784年。这个5784年啊，就是照着上帝的律法来定的。伫启示录2章7节咱的主耶稣讲，圣神对正教会所讲的话，既然有耳孔的，就爱听。圣神借着先知，借着圣经上帝话来对咱讲话。伫历代志下20章20节讲，咱着爱信耶和华咱的上帝，你就会当徛在；信伊的先知，你就会当行通。表示咱对上帝所定的这个节期法度，咱来当真正照安尼去遵行，上帝就是要祝福咱。犹太人伊用的这个律法当然即马规个世界大部分拢是用这个罗马历所以即马叫做2024年这个犹太历5784年。这个犹太历原来伊每一档是由迄个希伯来字的字母来组成的。因为犹太人相信讲，这个希伯来字的字母实际上嘛是上帝迄个先知启示的一部分。咱若读到这个马太福音5章18节就讲，主耶稣讲，我实实甲恁讲，这个天地要无去，但是这个律法一点一画拢袂当无去。伊来毋是要废无，是要成全。所以主耶稣嘛甲恁讲，上帝伊所定的这个律法一点一画拢袂当废无。感谢主希望咱伫5784年这个年就是有关于嘴甲门的年希望圣神会当互咱心中拢会当照伊的心意去行，互咱会当行伊的旨意，无论是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还是伫咱所徛起的所在。会早起牧师透过正段圣经，其实主要是要勉励咱今日有机构首长也要上任所以头一个要甲咱分享的，就是讲咱靠主十字架恩典，咱会当来承担伊的托付。这个5784年的八字，我讲这个八就是配，就是喙的意思；这个四就是伫里，这就是门的意思，嘛有迄个拍开门的意思。对于犹太人来讲，因拢真仰望上帝会当替因开路，替因开门。因为咱的人生中间有足侪机会门，这个门来当拍开，咱就会当进入。所以犹太人常常会家己形容甲咱劳苦背重担的一个真可怜的人这个伫你这门是咧象征讲是无私的，是谦卑的，是卑微的，是牺牲的。毋过伊相关的这个话句就是讲伊受迄个甲伊放毒的，甲伊弄伤的拄着破病艰苦受压制感觉真悲伤、真软弱真软正真丧乡这个形容中间其实咱听到这个形容，会想到伫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咧讲到迄个受苦劳碌的这个描写。这个描写讲伊受看见，
互人放杀，受侪侪苦痛，常常拄着忧闷。伊受看紧，亲像互人黄面毋看一样，咱也无尊重伊。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兄弟姊妹，这段就是咧描写受苦的落魄，可见这个门，这个地理，伊的迄个离句咧描写的，迄个内涵真侪拢是咧描写这个受苦落魄的这个图像。因为主耶稣诚做受苦的落魄来到世间，就是要担当咱的咒诅。伊毋是干那讲啊，受苦要做咱的模范，咱甲伊共款受苦。其实上界要紧的，就是要救咱脱离一切这咒诅。伊公义的死来换咱这个死亡的咒诅。伊为着咱受这个鞭拍，互咱的病痛得到医好。伊家己诚做颂香，互咱会当诚做好业。伊甲咱提走所有的这个忧伤，互咱的因为耶稣会当有喜乐，佮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这个字其实是咧描写咱的主耶稣基督。咱着爱常常纪念主耶稣基督，伊十字架功劳、十字架恩典，伊为咱承担一切。那像罗马书6章2-3节讲，因为做工钱就是死。但是上帝恩赐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就是永活。咱感谢上帝，咱今日当出世入活，就是这个受苦落魄主耶稣替咱担当，替咱担当。所以咱今日做伊的囝儿，时常感谢上帝，因为主为着咱担当一切这个咒诅。那个加拉太书所写的讲。既然吊你3年是受咒诅的，就必然福气透过耶稣基督临到咱的身躯顶。所以咱今日有人担咱的这个罪责，互咱会当得到讨白，会当得到自由，也咱有能力来承担上帝所交托咱的使命。咱今日有这个干部要就任当然。这个干部受选出来，伊就是要承担上帝爱伊承担的责任。无论是教会圣歌队、妇女圣歌队、少年圣歌队，还是教会敬拜团，其实咱教会有真侪人担当职务，就是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这个承担毋是重担，因为有主替咱担当，有主替咱担当。免会当来承担上帝所托付的使命。牧师伫咱的小组长的手册拢有甲因做一个勉励。这个勉励就是讲，为着要有果效，还是讲有喜乐的侍奉，你得要用祈祷来侍奉，你得要带团队来侍奉。你毋是家己一个人唱独家戏，做甲。真艰苦家己做甲流汗，惊讲嘛叫嫌流汗咱做一个上帝所交代人，其实咱就是爱承担。做头就是爱承担，做领袖就是爱承担。有时爱看别人袂当看，听别人袂当听，讲别人袂当讲，想别人想袂到，做别人袂当做，会当。容忍别人袂当容忍，吞忍别人袂当吞忍，忍受艰苦，别人袂当忍受，当别人袂当当，互别人袂当互人，听别人袂当听，会使讲真济啦，就是你爱加行一里路，你爱超过你原来，安尼你就是会当诚做一个有承担的人，但是。好消息是，感谢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伫十字架顶来担咱所有一切罪过，这咒诅
才会当当。其实，这个救赎就是已经担当咱的救助，已经互咱对这款的救助的捆绑压在中间得到逃放。原来十字架就是咧折磨人的一个工具，十字架要得到逃放，就是到死。所以最后所钉伫十字架顶，就是为着咱，要互咱来得到自由，得到逃放，伊担当这个死的刑罚。伫十字架顶，人是无未来的、无远望的，是继续受咒骂，直到死。那较像《申命记》28章48节讲，所以恁要伫腰骨喙焦、痛体、欠过中间，使用妖我所切剑来攻击你的对敌，伊要将迄个铁的担下伫你的颔棍顶，直到你灭绝。当然，这个《申命记》就是咧讲救助，你会拄到一款的艰苦，但最后所已经经历过。最后所已经担起这个救助，互咱会当对这款的救助中间得到自由，咱反倒当会当来领受对上帝来全备的祝福。感谢主，这就是叫做神圣的交换，神圣的交换。十字架这就是一个神圣的交换。原来爱死的，咱变做活；应该爱受救助的，咱得到祝福。这就是加拉太书3章13、14节讲，基督为着咱受救助，就是要赎回咱脱离律法的救助。因为伫经里有记载讲，既然掉伫查里的是受救助的，就互阿伯拉罕的福气，因为基督耶稣会当临到咱这外邦人，互咱对神来得到所应允的圣神。兄弟姊妹。这就是神圣的交换，就是以赛亚书咧讲的，伊受鞭挞，互咱得到医好；伊担当刑罚，互咱得到平安。感谢主，是伫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咧讲的，讲咱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是好业，那是伊为着咱诚做颂香，互咱因为伊的颂香会当诚做好业。这就是神圣的交换耶稣已经担当原来对撒旦魔鬼要下伫咱身躯顶所有咒诅，伊替咱担当。但是咱应该警醒的，爱警醒、爱细腻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对家己领受这个救恩也有确信，对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个上帝。互咱会当出世入我的身份已经脱离咒诅得到祝福的这个身份，也有一个确信。因为撒旦魔鬼常常会用各种的白贼来欺骗伊是一个控告者，伊会甲你欺骗伊讲迄个上帝无可能对你遐好啦伊若对别人好。也有可能像你这款的人，哪有可能上帝哪有可能对你好？你犯遐做遐侪歹，有真侪甲你控告，像你这款是要咱担当上帝讲，你一定是做甲流汗，奉献流烂，你有讲无想，拍破着皮，可能有真侪这负面的话白贼，当你若对上帝无迄个坚定的信心，你中着撒旦魔鬼的诡计，安尼伊就会当将各种的痛苦带到你的身躯顶。兄弟姊妹，所以雅各书讲，咱着爱顺服上帝。咱若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走；咱若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咱。咱伫咱的生命中间，一定是爱有判断。有选择有回应那个像讲有人寄一个这个包裹来，这包裹寄甲你传，你看这包裹都毋是我的主旨这毋是要互我的你讲这毋是我的，是的，这是另外主旨，你着甲送行伊你袂使讲你甲接受其实兄弟姊妹，可能撒旦魔鬼可能嘛要
甲一个物件带互你啊，但是你嘛看这都毋是上帝要互我的，这是你要互我的，这毋是上帝要互我，所以我拒绝收这个物件。兄弟姊妹，咱生活中间有时咱有人吼，毋是用上帝话来祝福你的，毋是为上帝来要对你讲的话，可能是撒旦魔鬼借着各种的方式要来到你的身躯顶的，你应该甲拒绝。你应该无甲接受啊！你无甲接受啊！你应该就係講撒旦啊！我袂當啊來收你即個破病的包裹，我袂當來收你即個喪養的包裹，我袂當收你即個啊毋是上帝來包裹。可能咱愛去做即款的拒絕。咱的主耶穌基督已經為着咱承擔這個救助，伊已經為咱。付出这个赎金用伊的保護来赎咱，互咱得到自由。所以彼得後書1章30節講，上帝的權能已經將這個權利、活命、敬虔的事賞賜咱，攏是因為咱明白迄個用家己的榮耀甲美德吊咱的主，咱應該就愛真正會當明白，會當看清，知影咱所信的是甚物。咱所应该领受的是甚物？当咱有即款的清楚，有即款的信心，安尼当然咱就会当去领受对十字架，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一切恩典。兄弟姊妹，咱若无领受恩典，咱就无法通承担；咱若无领受恩典，咱就无法通承担。咱今日会当。来敬拜上帝，会当来服侍上帝，一切拢是恩典，一切拢是恩典。我真爱迄个韩国有一个水阳路教会的牧师，叫郑必道。伊做牧师，伊做上帝的奴仆，伊有真侪爱承担的，所以伊爱倚靠上帝的恩典。有一解阮记啊，真实的是吼，伊的题目就是吼 ，Grace in the Growth， 就是恩典甲成长，只有伫恩典中间。互你会当不断来成长，只有伫恩典中间，互你会当来承担这一切。所以伊讲哦，我是无上帝恩典活袂落去的啦。我看了这个牧者，真正就是一个真心倚靠上帝，所以伊才会当来开拓教会，毋若开拓教会成功，佮带领这间教会，诚做5万人的教会伫釜山。诚做上界大间的教会，因为伊会当倚靠上帝恩典。兄弟姊妹，十字架已经完成一切，上帝恩典已经临到咱，咱应该好胆会当来领取伊的恩典。咱若有伊的恩典，咱就会当来承担所有一切伊的托付。第二点，伫即个保护大权能中间。这个保护有大的关联相信要帮助咱，互咱会当为了主得到较济人这个是地理同款，阁有一个意思叫做鱼，这是一个鱼的年份。咱要宣告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是咱的救主，所以咱永远得爱搁较为主做见证做传福音的事。互咱会当得到人，那亲有讨喜的所以这个甲地理有关系，就是咧描写耶稣甲伊所做的工。所以迄个话句会包括门、路、法官、坚固的塔、诫命，拢是咧描写主耶稣。耶稣是门，是路，是公义的审判官，嘛是坚固的关塔。伊阁是上帝上界完美的诫命。所以，咱得爱更较深的明白主耶稣基督，伊的保护大有功效。希伯来书4章14节到16节，咱既然有一个升到天顶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囝耶稣，咱就爱掠条咱所承认的道。因为咱的大祭司毋是无体贴咱软弱，伊凡事受试探，甲咱共款，独伊无犯罪，所以咱就要坦然无惊来到伊施恩的宝座前，
为着要得人民领受恩惠，做咱及时的帮助。所以，咱爱好胆来到伊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主耶稣的保护，咱的罪已经得到洗清。咱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上帝的同在中间，来接受上帝恩典，接受上帝恩典。咱要接受上帝恩典，毋是讲我这个我的生活是拢无下事，我完全毋是安尼，乃是因为上帝伊的恩典，伊的保护的权能，互咱会当来到上帝施恩的座前，互咱会当来经历上帝的能力甲祝福。这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伊诚做挽回的祭，为着咱献上。兄弟姊妹，咱今日会当来敬拜伊，咱会当服侍伊，咱会当向伊祈祷，咱会当得到伊的保护，得到伊的看顾，得到伊的引带，得到伊的祝福。这拢是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为着咱献上，所以咱就要常常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咱嘛同款欢喜来诚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会当来完成伊所托付咱的使命。所以咱应该就要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互咱会当得到人那亲像讨喜的，那亲像保罗伊家己安尼咧告别讲，凡我所行的，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要甲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使徒保罗伊知影伊一生无论做甚物，其实就是要甲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人，拢会当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家庭，伫咱的职场，什么所在，会当为主做见证甲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互人也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上落尾，这个伫你有一个真趣味的这个离句就是这个底波拉圣经人的这个底波拉，574年照犹太历也是底波拉的一冬。现在讲甜美这个甜个水因为这个底波拉伊的意思原来就是迄个蜜的意思，蜜蜂啦蜜芳蜜，所以咱若咧读这个士师记读到这个底波拉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底波拉虽然那个芳蜜的真甜真水伊是一个妇女，但是芳的特色是安怎？芳嘛是会插人的所以伊甲这个巴拉会当做伙带领以色列人出去战斗，来打败对敌，为着国家的拯救来开一个迄个拯救的门。所以咱爱那个像这个底波拉同款，上帝咱伫咱今年的生活中间，其实你嘛着爱好胆靠着上帝来抵挡所有一切这对敌。你要来拍开这个应允的门，为着这个门来战斗。这个底波拉一冬，其实那对咱的教会来讲，实在足重要。你若读圣经，知影这个底波拉，那是妇女，是老母，伊个是士师，就是咧管理以色列的领袖。伊嘛是军事的指挥官，是先知，是作曲家，是敬拜者。你来看这个底波拉，伊的能力有好无？伊的才能有济无？伊是一个女性。咱即马世界咧讲女力崛起其实世界有足侪优秀的，即个不管政治领袖、经济领袖足侪领袖拢是咱的姊妹。可惜今日阮也有教派拒绝妇女诚做更较重要的领袖，比如讲做牧师，还是做真特别的职位其实是真大的亏损感谢上帝，互咱教会有
有真侪姊妹会当担当真好的职务。咱今日要就任的吼，4位这个单位的首长吼，全部拢是女性吼，全部拢是姊妹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表示咱的姊妹是真有能力的，真有影响力的因若会当真正做主导性的妇女欢喜受差遣，其实因会当伫因的服侍中间来完成上帝对因的呼召。所以牧师特别爱祝福咱这个姊妹的首长吼，伫这个底波那年，底波那年就是咧磨练你的温顺的年，会当互你进入到上帝呼召你的位当然嘛，求主祝福咱每一人，咱进入这个年，检查咱为着要进入上帝爱咱进入的门，咱得爱勇敢去征战咱无惊赢，咱靠着主，咱一定会当较赢，互咱会当进入上帝爱你进入的位。结尾来讲，584年我相信有真侪门会为你拍开为你拍开有人讲，至少嘛有5个稳定的门会为着你拍开。幸福的门，你希望进入幸福的门嘛？就是你无论夫妇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拢会当更加幸福、更加好。这个门为着你拍开，但是你爱好胆来进入。第二，健康的门，你应该着爱做对的代志食对的物件困对的时间，假使你该困唔困该食唔食，无该食食一堆，当然你的身躯会拍歹。但是上帝爱你进入这个健康的门。第三个产业的门无论是你伫地面上，你的土地、你的厝体、你的囝儿，你所有的这个属灵的物件，我相信这个产业上帝要互你会当来领受，你应该爱进入。第四，救恩的门，就是你的亲人朋友，搁较侪人会当甲你同款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咱必须要去关心因，咱必须要去跟分享，咱爱为因祈祷。我相信，当时间到的时上帝会甲得救人加添伫咱中间，也有咱的亲人朋友会当甲咱来领受这个得救的欢喜、救恩的欢喜。上落尾一个门就是上帝殿的门。那假像这个雅各困伫这个旷野的所在，讲哇，这竟然是迄个上帝殿天的门，我竟然唔知有上帝使者咧上落当咱会当甲天父上帝会当有亲密的关系，我相信伫这年中间，你会当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的确有上帝的保护，有上帝的带领。上重要，咱就是爱常常确保主会当来访问咱。最后所伫门外咧拍门，那个启示录3章24讲，看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入去甲伊食我甲伊食，伊也甲我斗阵食。就是讲，最后所伊的确常常伫咱心外咧拍门咱应该着爱细腻来听伊的声，会当开门。我相信最后所的确会进入伫咱的心。咱的家、咱的职场、咱服侍现场、咱的福音现场，伊要成做你的帮衬，伊要祝福你。求上帝十分祝福伫咱这个2024年，也是5784年，是要宣扬福音的年，也是机会的门。上帝所开的，咱袂当关上帝所关的，咱袂当开。咱只有求上帝带领咱，会当进入这个伊爱咱进入的，互咱会当伫新的年，咱更较有开力来承担伊要互咱的托付，互咱个会当真正为主，靠着伊伫咱每一人身躯顶，伊已经应允要互咱的，会当
成就伫咱中间，特别是咱亲人朋友的得救，上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离开旧的年，进入新的年。主啊，你讲人若踮伫基督内面，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主啊，阮会当拢变成新的，是伫你的内面。互阮心神换心来变化家己，会当更加明白上帝你对阮的心意，伫新的年对阮的心意。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5、7、8、4年，就是你为着阮拍开真侪恩典的门。主啊，互阮知影你所应允的门，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阮的罪得到赦免，阮的咒诅已经除去，你的祝福要临到。主啊，互阮会当坦然无惊，靠着你会当来进入。主啊，你保护大权能已经成就一切。主啊，互阮会当知影，你要带阮进入迄个你所应允的门。主啊，互阮伫新的一年你要将阮所需要的，无论是属灵上的，是实体上的，是财务的，是物质的，是情感的，是关系，主啊，拢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以保护大权能，互阮会当得到供应。主耶稣，阮感谢你，阮确保阮会当进入家庭幸福的门，互阮有好的父的关系、亲子的关系。阮若要进入健康的门，互阮伫新的年，阮的身躯拢会当勇健。主啊，阮的产业拢会当兴盛。主啊，得救的人拢会当加添伫阮的中间。主啊，阮会当更较听你，更甲你较亲近，更较近我。主啊，阮会当像保罗所告别的，既然阮所行的，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要甲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施恩赐福伫阮这个新的5、7、8、4年。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吟回应诗374首，374首，请起立吟全首。是
而且咱永远徛在咱来台岛，咱为着新的年，咱会当听到主的声，咱会当明白主的心意，咱会当知影主耶稣伫十字架成就一切，互咱好打来应伊，来领取伊已经为着咱成就一切恩典，互咱会当来承担伊爱咱承担的一切，互咱会当为了主来得到更加侪宝贵的灵魂，互咱会当伫伊的同在中，咱会当进入伊所应允的门，互咱来进入，无论是幸福，无论是咱的健康，还是主的救恩，还是主爱守护咱的产业，咱拢会当来领受。搁咱伫新的年，互咱会当甲伊较好的关系。咱也为着整个的国际来祈祷，特别为着日本的地动飞机烧浪带来这损害，咱也为着真侪战争的所在、地动的所在，三体祈祷，为着台湾伫后礼拜过来拜六，总统立委的大选当顺遂，咱也献上台岛，为着咱的教会伫新的年，希望咱会当用所在表来跑走，会当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互得救人日日加添伫咱的中间。咱也为着咱教会这个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求主的医治到伫因。咱所关心的，咱带到主的面前。也记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新年的头一个主日，主啊会当伫你的殿中你敬拜。主啊，阮知影，主啊，你十字架功劳为着阮成就一切。主啊，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及时的帮助。主耶稣，互阮知十字架所成就的恩典，除去阮所有的咒诅，互阿必咱的福气、天顶的福气、地面上的福气，要临到阮。主耶稣啊，阮恳求你，使我阮伫新的年会当甲主更加亲密，甲主更加近我，阮更加会当明白你的旨，阮更会当承担你爱阮承担的，阮更会当为主得到更加侪宝贵的灵魂。主啊，求你互阮会当真正伫这个门的年，阮会当进入恩典的门。那阮会当有幸福、有健康、有产业、有较侪得救的灵魂。互阮会当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主耶稣，阮求你赐福。阮也特别伫这个新年，阮恳求你施恩怜悯，伫世界有战争的所在，有地动的所在，有拄着灾难的所在，愿你的医治，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安慰，愿你的快乐运行伫迄个所在。主耶稣啊，我也将我的国家仰望你，伫过来这个拜六的总统立委选举，一切拢会当顺遂平安。主啊，选出好的领导者，带领台湾来继续向前。主啊，愿台湾会当成做你竞选的台湾，你所赐福的台湾，互台湾会当进入你的命定，互台湾会当成做列国的祝福。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将阮的教会新年阮的目标拢交托你，求你来带领阮，互教会会当成做传福音的教会，互得救人拉加添伫阮的中间。主啊，你的国度会当得到宽阔。主耶稣，多谢你，阮做欠满软弱的肢体，愿你保护关灵伫因的身躯顶，来医治，来恢复，互因会当经历你，互因得到勇健。你受鞭拍，互因得到医好；你担当刑罚，互因得到平安。主啊，你伫ছা里担当所有的咒诅，互阿必然福气会当临到阮每一人身躯顶。主啊，愿你听阮的恳求，感谢阮伫你面前所献上的。主，感谢你，主阿罗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请接受受奉献。请坐。
请起立来祈蒙恩师。迎春龙潭里之，我在这里受伤，当我愿你最辛苦。主爱天父，阮感谢你，赏赐阮伫事农、工商拢有好的得会财的能力。阮奉献淡薄的金钱，做教会传福音的事工的路用。愿主接纳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祝福财产，请吟403首。主赐给我，主赐给我，主赐给我，耶稣叫你赐，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叫你引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让恁通平安去，愿恁伫5784年蒙的年，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互恁会当进入阿伯兰的福气，来领受对主耶稣基督来恩典，通进入幸福的门、健康的门、产业的门、救恩的门、上帝殿的门，对。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入到避会。